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移英實況分享嘅 channel 啊！今日我同大家分享翻呢喺網上填申請表咧需要注意嘅事情嘅，因為佢填表嘅時間都要填好多嘅資料啦，咁都會有啲特別嘅事情係需要留意翻嘅。如果大家未睇上一集或者上兩集啦，我分享關於網上填申請表嘅資訊啦，咁麻煩大家咧抽時間咧就去得閒嘅時間就睇翻上一兩集咧我分享嘅資訊嘅。咁今日咧就會係講第三集，關於網上填表需要注意嘅事項。喺影片開始之前呢，我都戴翻個頭盔先。我並非專業嘅移民顧問或者係律師啦，我所提供嘅意見啦，我所分享嘅內容啦，純粹我個人嘅經驗、個人嘅意見，就俾大家參考嘅，並非一個專業嘅法律意見。因為每個人申請需要提交嘅文件都唔同啊，咁以翻你自己個人嘅需要提交嘅文件為最終嘅申請咯。大家記得睇到最尾啊！我有好重要嘅資訊呢，可以分享俾大家噶。如果大家中意我嘅影片呢，請俾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記住撳埋隔籬個鐘仔喎。我有新片推出呢，可以盡快通知大家。因為我哋喺網上邊填申請表嘅時間呢，好多數字係需要填寫啊，例如需要填寫呢個passport 嘅 number 啦，佢個有效日期啦，佢個發出日期啦，或者身份證上邊嘅號碼啦，都需要你多次重複咁填寫啊。咁所以大家就要對清楚自己填寫個數字咯，就唔可以錯嘅。同埋咧，你自己都要睇清楚，你係邊一日先能夠合資格申請永居嘅。呢一個日期咧就千祈唔可以錯咯，因為如果未到期而你作出申請咧，咁呢個申請係無效㗎。同埋5年裏邊你可能離開過英國好多次啦，咁每一次嘅離境日期咧，你都需要計算清楚，同埋要寫翻清楚你自己個離境日期嘅。而第二樣好重要嘅咧，就係BNO Visa 批核你申請嘅時間嗰個 reference number 啦，同埋你嘅批你個 Visa 個日期啦，同埋你幾年前你入境英國嘅時間，第一次入境英國嘅時間個日期，同埋你之後嘅離境日期，呢一個環節都係非常之重要㗎，所以大家都要計翻清楚啲呢一個部分嘅。關於刑事記錄方面呢，係全球性嘅刑事記錄呢，大家都需要如實申報，就填寫翻俾呢個 Home Office 知道嘅。而另外關於一啲嘅超速啊，上過呢個駕駛改進課程啊，嗰啲停車嘅罰款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定額嘅罰款呢，我建議大家都係如實申報翻俾呢個 Home Office 知道咯。即係當你填表嘅時間要填埋上去清楚啲，就比較好啲。當你對清楚自己嘅填寫資料之後啦，就可以提交咗表格嘅。咁提交完表格就記住，之前你可以 download 咗份 consent form 出嚟，咁就 print 咗出嚟之後再簽名啦。咁當你提交完表格咧，就可以去俾錢嘅。咁俾錢咧就有兩個 service 啦。我之前講快證嘅時間都講過嘅。咁如果你係唔需要快證咧，就可以即刻俾錢，即刻進行下一個項目咯。而如果大家係需要用快證申請呢個永居嘅，咁你就必須要睇到你有快證呢個服務可以俾你選擇，咁你先可以進行到付款嘅。如果你未見到佢有呢個嘅服務咧，咁你就即係未有呢個快證可以提供到俾你。咁你睇翻我上一條影片啊，有一條影片我係介紹翻點樣去申請快證嘅，咁你去可以嗰條影片嗰度詳細了解翻。因為早前內政部都公布咗啊，有啲嘅服務收費啦，同埋方式咧都係已經改變咗㗎。咁我喺後邊咧就會詳細同大家分享翻嘅。我希望我提供嘅資訊咧，可以俾大家更加了解咧點樣可以自行申請永居，同埋更加容易獲得永居嘅資格嘅。我會繼續努力拍攝更多更加好嘅影片俾大家。
如果大家中意我嘅影片呢，請俾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記住撳埋隔離個鐘仔喎，我有新片推出呢，會盡快通知大家。咁我而家同大家講聲拜拜啦，我哋下集再見。